猪的伙伴如今也面临相似的命运。就是从内心来说，我是要彻底的悔改，哪怕这个悔改软软，但是我要悔改。我这样的话，既对不起主持，也对不起这个行业，更对不起这些亲戚朋友，所有关心我的人，很对不起。刘某和赵某作为大草原公司的财务人员，不遵守国家财经纪律，面对他们的也将是身陷囹圄的下场。作为母亲的他们，当谈到自己的家庭和子女时，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我把这个家庭的全部都毁了，对不起我娃娃的，更对不起我妈了。除了后悔还是后悔。我出去了以后，一定要跟我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说，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。我们的自由的什么都没有了。阿坝州查处的这起农牧系统窝案串案令人触目惊心。据统计，共24人涉案，涉及阿坝州10个县农牧局的15名局长、草原站站长或副站长。目前已有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这些窝案，我们认为有3个方面值得反思：一是监督乏力，造成权力的脱缰；二是小级不守，酿成了大级的不保；三是长期同岗，导致了一手遮天。值得我们全州干部认真反思，并从中深刻吸取教训。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源泉，卢军、刘斌等人就像草原牧民深恶痛绝的硕鼠一样，大肆侵吞和偷食国家项目资金，影响了当地草原生态事业的正常发展，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。阿坝州严肃查处这起案件，既依纪依法严惩了违纪违法当事人，也是给其他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。这起案件告诫党员干部，在权利和利益面前必须严守廉洁底线，一旦越线就会越陷越深，最终将受到党纪法规的制裁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